籍的黄珊珊，今仔日的主力是锁定网架。 先到青年公园，甲做运动的民众拍招呼，刷来到边仔的菜市仔去扫街拜票。因为伫咧疫情的期间，黄珊珊定都来到网架来关心，袂输咧行走卡共款，所以这届选举是甲网架这区的票仓顾真严。若黄珊珊是坚守着步练的政策，用双卡来拜票，讲到上尾2天，才会用车队来扫街。 看到你本人啦，你都很漂亮啦。谢谢。袂少人一透早拢来青年公园运动，无同一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嘛来发名片。好，再合照一张。过一条街就是故宫市场，伫人行道两边拢是灯，看起来流啊较乱。不管是伫路边摊食早顿，还是买物件的民众，黄珊珊拢把握机会。我在万华已经像 来照咖一样了。这2年多是我大概到过最多次的行政区，只要有事情，像青年社宅，然后青年公园，那这个市场我也来看过2、3次，希望能够把他们纳管，这都不是第一次来。 一开嘴就会当讲市情，黄珊珊无袂记得把握家己捌执政3年的优势。虽然是我无党籍的身份，各项做事外当无大咖来支持，黄珊珊靠双卡真接走基层。不过对市长万安，但市中开始车队扫街，敢会考虑以车代步？会啊，会有车扫，最后2天吧。 正在规划。今年选举投票率是关键，少年人的选票更加重要。黄珊珊嘛，老神在在。刚刚在菜市场就有一大堆是年轻的儿子叫他妈妈要投给我们，年轻人在这一场他们绝对不会缺席。讲家己愈选愈平静，愈选愈快乐。黄珊珊要用轻松的态度来拍选战。